花莲沙坡车的问题真大，行政院之前公布沙坡车管理指引，花莲县政府嘛开始禁止沙坡车。也毋过大部分的业者是认为讲，指引内底讲处罚加付的业者会同齐来进行，也毋过实际上因讲只有处罚尔。伊嘛希望讲会当开放部分特定的区域，互因来做生意。 自从行政院公布沙坡车管理指引了后，花莲县政府也伫7月份开始对沙坡车展开稽查。沙坡车若是违规伫一般道路河川，还是沙坡行驶，都会随互人罚。业者表示袂堪哩。开单开得非常的严重，警察局这边是不定期来稽查，只要我们一上路的话，警察有拦查到就是开罚单，一个礼拜开个2、3次跑不掉。 沙坡车问题伫花莲争议不断，其中上互人注意的就是头份路线对环境生态造成的影响。议会特别邀请县政府甲业者座谈，其中针对是不是会当伫特定区域内开放沙坡车营业进行讨论。辅导的方法是什么？大概只有目前大部分都禁止风景区，然后部分沙滩、山坡地，这几个地方是目前没有被完全禁止的，但是可提出申请。 县政府讲，毋是无为业者找出路，是行政院宣布的管理指引，并无针对沙坡车制定相关法令，是用场域管理。县政府有向中央提起修法，但阁无得到回应。你如果修法，它势必就会有缓冲期，因为你法律要修，它一定会跟各界，包括业者、包括环保团体去做讨论嘛。行政院的这个会议，我们的业者有收到行政院找我们去谈过吗？没有。 但是他有跟环保团体谈过。不过，环保团体认为沙坡车会影响生态，就连一般民众对业者占用国有地碳素有在有疑虑，所以业者也希望用租的向县政府提出申请了后，再甲国有财产署来协调，就地伫3站溪出海口来营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